多谢明兰来关心消费者的心声。有消费者进前伫连锁的卖场买豆类的物件，等于煮熟了，互囡仔发现讲，这前后包装的产地无共款。以红豆啊大粒薏仁来讲，这个薏仁原产地是泰国，并且呢，讲是台湾分装的，表示呢无实在，互人感觉被欺骗。实际去甲问卖场，听到这个产地标示无实在这个代志，互真侪消费者嘛感觉怪怪，有可能后盖袂过买啊。啊，有人是讲，这个产品的好甲歹较重要，伫对制作的较袂遐重要。对台湾人来讲，真侪人拢介意伫咧真冷的天气内底，食一碗烧好好的红豆汤，互身躯烧好。不过，即马有消费者进前去连锁卖场买关布料时，所发现，只有红豆是台湾的呢。薏仁不是啊，因为这一间公司的产品包装无老实，正面印台湾制作，另外一边产地却是另外一个所在。尤其这一款红豆大薏仁，会互人保说你就是台湾食品，结果红豆产地伫咧台湾，薏仁却是泰国，用国号标注台湾分装。老大人目睭无好。啊！吃完的时候才翻过来看，原产地加拿大呢。有消费者因为有年会目睭灰灰，已经煮完，囡仔才发现这件代志，感觉有扣业者欺骗，怪怪的哦，好像骗人家。会有疑问的话就不会买了，会有那种欺骗顾客的行为啊。像这种状况，你会怎么选？不买。这间连锁卖场全台湾超有1000多间，咱实际来看货架顶的物件，这间食品公司的豆类占多数，摕起来看后壁标示，果然前后无同款。跟产地没差，是价值到哪里？跟这个实际的健康是没有这个关联。可是这是一个消费者知的权利，蛋的问题已经发生过这个很大的问题，不是东西买进来了就不管3721，业者也要善尽他的社会责任。今晚台湾消保会除了要求相关单位彻查，嘛要求通路业者严格监督，这当避免消费者买到有问题的产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